水过后1年，因为天气的水大潮都见唔前清黑。不过来看屏东家东有一个像林的果农也田口的，才有一条船呢。去年8月太水有一条呢，本但田那提亚公里外码头的5船，今年本太水大都也过样地步，都见1年呢，沙行系无任何单位去处理，本应地用解释能好。按果啊，你死迄个啊！你头边来种几大年，细条的吼，安尼细条的安尼啊，结果也被风灾，把水灾过后死呛呛。想起去年水灾嘅情形，林乡乡都更加喊讲，过场草本已发生嘅恐样，8月水灾所造成嘅损失，本夜嘅个人都更加喊网友数年。唔过，最本佢受理嘅还系田那提个人地步嘅5船。问题也咪是，我处理嗰块出干嘛啦？古时候都一出国在的8月水灾，我慢1年的哦，我真讲嘛重建。亚只船嘅路卡提酸果树当空，冲量轻轻嘅吹下来，将酸果树同篱笆砍坏嘅。故说农民嘛十分嘅受理，安尼会对今年做事嘅时节安全造成危险。哎呀，你那个大哦，你突然咯，都是就翘的呀，生命也唔单止有财产哦，生命有发生。8月灾后，南部灾区有几多河坝省有漂流木，睇睇天橋嘅地度，晒有漂流船嘅情形。安尼嘅情形係唔單止一地，因為隻船呢，都漂流到林先生附近嘅個人。安尼過過來啊，冇呢可能掉啲下嚟咯。佢人水都按過出嚟啊，變成嗰個啊。也兩隻船呢嘅當方仲有明顯嘅變化。沙漠人向出面同船嘅細隻，卡提樹當方嘅擺唔下來，面那提天內嘅馬曬唔出去。農民是向相關單位反映，但係後續清槍石頭怎麼太去地步供應？我哋拜託一個我哋中間委員會入主持人啦，愛歸好心喎，要同埋反映，唔對反映結果用係是唔對。叫佢多多人來，我哋千條，一講我哋中間來，佢是利用我哋機會用，可以同人哋處理嘛。相關單位談到嘅麼？下個新聞潘成旺平頭報道。